老师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老师你好，今仔日吼是要来讲洗礼，就是系啊。老师迄阵是用规个浸伫水内面吗？对嘿，我当时领洗的时阵是用浸礼。哦，浸礼，安尼袂当喘气呢吼，真是。哦，无遮艰苦啦嘿。有的人讲吼，规个拢爱浸伫水内面吼，阮是毋捌安尼啊吼。来啊，阮迄朋友来啊吼，美秋你好，平安，佮有明辉对无？伫边啊吼。好，当甲阮讲看觅啊，恁安怎洗哦？啊，今仔会讲着因翁即个美秋吼，因翁甲阮囝做伙洗，做好耍诶。等下吼，会甲逐个讲着。有足侪种洗吼，为什么一定爱洗？耶稣嘛有洗礼呢吼，为什么耶稣佫需要洗礼呢？足好耍诶吼。来，咱会当看迄个，即个就是顶过有讲着对无？讲有一个产物，讲着伊先耶稣来，敢是？咱顶礼拜吼讲到一个种弥赛亚，还是讲着种迄个基督是啥物意思吼？伊就是讲你是个受抹油的，啊，当然受抹油一般来讲有三种身份吼，就是先知，啊，一个是祭司，啊，倒是啥物件？你会记袂？倒是啥物？有三种人会去受抹油，一个先知，一个祭司，就是国王吼。啊，一般吼，咱捌看过吼，你捌看过电视无？迄个甲国王要出来宣讲时阵吼，啊头前拢有足侪人，啊，迄叫啥物？头前足侪人叫先锋。先锋吼。啊，所以伫咱诶旧约圣经内面讲着吼，讲咱伫后摆吼，有一个弥赛亚要来，这弥赛亚是一个受抹油的。啊，受抹油的，这个人咱顶来讲，咱的旧约圣经内面讲着，伊有一个咱华语叫做预言啦，吼，啊，台语叫参悟，有讲着这个耶稣基督要倒一届来，要来即个地面上，要正做一个君王。啊，但即个君王因为足侪物件去证实这人敢是即个君王嘛吼。啊，伊内面都有一个种迄个参悟，讲有一个先锋要做耶稣的先锋来。啊，这个人是指向即个迄个咱华语讲做施洗约翰。伫遮要考逐个对无？施洗约翰的台语安怎讲对无？敢是安尼？对，好，逐个先想一下哦。咱先要来看即个，即个是昨你讲的是吼，佮想着讲，旧年哦，毋知影逐个敢知影？旧年有迄个几千人诶，伫泰国哦，因逐个咱总知影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对无吼？所以千几个人受洗，这是足大诶新闻吼，真趣味哦。咱阁有朋友来哦，美华姊妹吼，哇，伊真辛苦哦，因翁伫开刀，伊阁来线上甲咱捧场吼，多谢吼。好对，即个是规身躯泡伫水内面诶吼，很舒服诶感觉吼，阁会记咧哦。好，来就是吼，即个即个就是我拄则讲诶吼，这内面有即个明辉弟兄，这是阮囝吼，记即届迄个洗礼啊，雨足大，就像迄风台啊吼，来因为伫海内面，所以吹啊拢徛袂牢吼。我第一摆遇着安尼诶洗礼，就是风大雨大，来阁要洗吼，嘛是照常洗。真正足奇妙诶，就是讲，头前无啥落，来洗了嘛无落啊吼，就是洗诶时吼，落足大阵诶吼，先做上帝帮忙斗洗安尼。毋知影迄个杜老师敢有遇过？足特别诶洗礼。
哦，一般我早吼洗是我上真诶吼，因为是教会内面一个洗礼池，所以伫洗礼池内面吼，第正水毋是咸水吼，毋是海水，所以浸入内面咧，真正是真爽快啦吼，无像讲真爽快，伫海面吼，水是咸诶，再顶过来落雨，我感觉足寒，我徛伫遐，目睭拢闭袂开啊。嘿，佫有一种洗礼做好耍吼，足侪人是就是毋知影啥那，就去互叫去洗对无？敢有即种诶？我伫台湾吼有听一个教派，咱莫讲这个教派啦吼，伊嘛是伊想讲，伊请你去食饭，讲了，毋讲了是真欢喜，就你带伊因兜会入去洗礼。对，因兜诶迄个什么浴缸台语讲啥物？一池嘿。一池，就去遐洗，阮翁就是安尼。迄个去食火锅，来就感觉足感动诶，听因唱歌吼，感觉足好诶。来就去洗礼吼，真趣味。好，观众朋友，你若有啥物好耍诶经验吼，你会当写互阮知影吼。好，安尼有有想好啊未？施洗约翰诶台语安怎讲？有人知影无？我来看觅啊，无人写。好，老师要公布答案。好，咱来看后壁一页啦吼。迄个施洗约翰是华语嘛吼，伫台语圣经写讲是行洗礼诶约翰，吼。咱头前讲看洗礼嘛，就洗礼吼。是。行洗礼吼，行洗礼约翰。所以伊即个语序台语甲华语有一寡差别啦吼。嘿。但是这毋管是讲施洗也好，施洗嘛好，讲行洗嘛好，伊拢是共款一件代志，拢是共款一件代志。安怎讲是无足重要，咱来看吼。重要是后壁遮啦吼。咱顶礼拜有讲着讲预言台语叫参语嘛吼。咱顶礼拜讲着即个弥赛亚也是基督的一个参语，吼。咱伫圣经里高足侪，伫1000当500当前来讲，就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即弥赛亚是要安怎？伊是啥物人的子孙？伊有啥物现象会产生着？伊如果讲着讲，倒有一个即个弥赛亚要来之前有一个人，伊即个人即人啥物人吼？伫咱圣经有讲着，咱对照新甲旧的时候，咱来发现讲即个就是即个施洗，若讲施洗约翰吼，行洗礼约翰。伫即个以赛亚40章3到40吼，伊有安尼讲嘛吼，讲第三节讲有声叫讲，伫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的道路吼。第4节咧讲吼，遮的山谷拢要吞互伊，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伊家，弯巧的要解互伊得，坎坷的要修互伊病吼。是安怎讲？即个人是耶稣的是即个呢吼？因为咱历史有看着讲，即个行洗礼伊住在什么所在？知毋知影？行洗礼伊住伫即个旷野。看伊旷野吼。怎有讲着吼？伊旷野拢食啥物啊？食草莓。嘿。草莓吼，食草莓啊。草莓个讲有人讲蚱蜢啦，有人讲蝗虫啦吼。嘿啊，足厉害！毋知影有见过无吼？伊食即个草莓以外，佫食蜜吼，蜜蜂吼，芳的热蜜吼蜜。所以伊即个伫圣经拄个所在讲，伊即个人叫做拿细耳人啊，伊是奉献互上帝一人。伊出世时，因爸爸妈妈就将伊奉献互上帝。上帝啊，无简单吼，会当食足迄个诶，就会当做换命呢。帮赞足侪人受洗礼吼。你敢有知影吼？耶稣伊要出来传福音的时阵，耶稣伊才30岁出来传福音嘛吼。伊传福音之前头一件代志就是去
接纳即个将施洗约翰来行洗即约翰伊的洗礼。你感觉为什么要洗礼？为什么要洗礼哦？因为安尼较会当甲人讲我是属耶稣的，但是安尼嘛，就是像迄要结婚安尼对无吼？咱来看啦吼，你当时咱你耶稣是咱讲个新约时代嘛吼，新约时代迄阵伊行洗礼伊有两种的意义啦吼。种两种意义是为耶稣迄个伊上天了伊就做一个分辨啦吼。伫耶稣进前伊讲人因为要清气，所以爱行即个一个清气的仪式。所以即个清气仪式你爱直接洗。我今先洗了我妈有可能早起，我妈就爱得洗，但是因有可能无遮短啦吼。你看伫耶稣迄阵教学生生活阵讲因耶稣要互伊洗骹，要互学生洗骹，学生讲这袂使袂使，你是我的老师，我来当你洗骹。耶稣讲你告诉我无洗你的骹，你会教我无份嘛吼。所以学生讲安尼安尼无好你我10分钟让我洗。这是一个当时伫新约时代是一个清气的仪式。就是讲我有可能我读者拉萨，伊阵有讲啥物叫拉萨，就是讲我有生着大太哥的，我有读者无清气的物件，是讲我有可能厝有一寡啥物件，我来念着无清气，所以我必须去接受即个清气的即个一个仪式，我就真做清气的。是。你耶稣上天了后因做一个就是讲因犹太人因的犹太教是理所当然嘛但是外邦人要进入犹太教，迄阵耶稣进前讲爱行割礼，割礼查甫囡仔爱去行一个割礼的割礼伊也有会当正做一个犹太教的人但是耶稣上天了后，因要互外邦人来正做一个犹太教的人，因就是行洗礼，行洗礼。迄个咱伫即个一般民间宗教讲我要进一个佛教，叫波伊敢是？敢叫波伊？是啊，我毋知因就是讲一个行一个仪式了，我会当正做即个皈依啦，皈依意思共款啦但是咱伫当时有人讲是通耶稣做伙死，搁做伙活安尼。对是这是会当安尼讲啦迄个我请教你你当时受洗咧，接受。我13岁呢，阮是自细汉伫教会大汉。来牧师就讲，你要来洗礼袂？我想讲，好啊，因为阮拢是相信耶稣嘛，我讲，相信哦，相信伊是我的救主对无？来个相信一个圣经，相信干那一个上帝，安尼就会当洗礼啊。我是高中的时阵迄个洗礼事实上我洗阵我嘛毋知影叫洗啥。以我迄阵知影讲要入教会有选举权，爱洗礼真做教会。有选举权有一寡教会讲你洗礼了，我真做伊教会的小会会员嘛讲人迄是一种嘛。讲话较有声。讲你讲了有准绳啦就像比如讲早迄个保罗先生因的公会内面是一个会员，讲话有准绳嘛对吧所以迄阵会洗是讲我细汉伫教会大汉我才安尼出入入人讲叫我洗礼洗大门洗我嘛是爱来行即个仪式洗礼尔嘛事实上迄阵洗礼拢毋知啥物意思人洗我嘛对人洗礼来教会拜教会有投票，我就投票权所以迄阵不单纯的洗就是安尼，但是为着要选啥物人做啥物，所以去洗礼。
是吼。真趣味，第一摆听过即种理由诶吼。啊，佫有人啥物哦，53岁收洗哦，OK，就是拄来，则迄个啦吼。咱有一夜未看着吼，咱有一夜将迄个对吼。遮人吼，咱就斗讲咧，讲伫耶稣上天了后，因要成做一个基督教徒，会去行，也会去受接受洗礼嘛吼。即马太福音28章19节安尼讲吼，所以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吼，迄阵这行洗礼约翰迄个伫这旷野约旦河迄帮一寡人洗礼嘛吼。啊，迄阵耶稣要出来传福音，迄阵嘛是去学即个行洗礼用来洗礼。啊，但是迄阵吼，行洗礼有讲到一句话，讲吼我甲恁洗礼，互恁施洗吼，洗礼是用水吼，但是伫我后壁来迄个要用啥物甲恁洗？用圣灵互恁洗吼。所以水甲圣灵有啥物关系？水甲圣灵，水就是洗外口，圣灵洗内面，是安尼吗？会使安尼讲，水吼是一个形式，一个形式吼。啊，但是你像我迄阵伫高中时洗礼嘛吼，啊，伊种是形式。我对我的信仰是从20几岁阵吼，对信仰是来就是懵懵了了，毋知影啦吼。有可能人讲诶，啊安尼做吧吼。啊，有一句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啦吼，讲叫夜香对拜。嘿。吼，就是咱知台湾都侪民间宗教嘛吼，啊，多数庙会就拢咧拜拜。啊，事实上，如讲心态嘛，较是安尼吼，大人伫教会内面啊，细汉大汉啊，了就是伫教会学牧师洗礼，啊，大人安尼，啊，我嘛来安尼行。哦，就是对人做诶，无啥物意思。对人做吼，无啥物感觉。但是即个行洗礼讲，我即摆是用水互恁行洗礼，但是伫我后壁内咧要用圣灵吼互恁行洗礼。啊，我圣灵行洗礼甲水行洗礼，我讲吼，原来知影讲吼，迄个圣灵诶说是讲你诶咱诶活命，甲耶稣有做者结连。所以就是讲爱洗礼了，其实是一个开始。像伊结婚安尼对无吼？结婚了毋是啥物坟墓对无？人拢讲啥物婚姻，啥物坟墓吼？其实是一个开始吼，当要熟悉耶稣尔吼，所以爱有的人是洗礼了就要去教会啊，感觉我已经摕着天国的护照，敢是安尼？毋免去啊安尼吼。所以我遮表有写讲。即个洗礼是对内心一个真实的悔改，接了耶稣做咱活命的救主，吼，并且对世界甲社会分别出来。咱讲啊，咱爱分别罪性，吼，分别出来。啊，咱用即个心情来迎接上帝国的来到。吼，因为上帝国当时要来，咱毋知，但是咱生命甲耶稣基督有做结连了后，咱。我相信每一个人会为伊的行为，啊，为伊的外表，啊，为伊的一寡做法，拢会甲原底还未接来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前会是无共款，因为人的价值观就无共款啊。哦，是。啊，所以灵的洗是因为甲耶稣基督有做活命的连结。哦，啊，所以讲水洗是形式，啊，但是你甲耶稣做连结吼，就是你的生命的改变。哦，其实是一个开始啦吼，毋是。有人讲啊，爱情的坟墓，毋是哦，这是人讲的吼，咱毋是安尼对无吼？咱是一个爱情的开始吼。哦，所以伊拄仔讲53岁，是因为看我差40岁，因为我13岁受洗，伊就讲减足济稳定吼。其实每一个人的时间无共对无吼，所以吼，你若要领受上帝恩典，爱较早洗吼。但是我相信吼，未洗时，上帝嘛足侪恩典诶吼。为其实拢保护人啊，上帝伫每一个人诶心内面吼，拢有一个咱叫啥物良知，爱有一个信心吼。
拢伫人诶心内面吼，拢知影吼。有当时啊，咱会还未熟悉上帝时嘛，是会讲啊天啊，对无吼？中国人拢讲天啊，安那吼。就是你呼求神对无？求上帝吼，上帝嘛是会听着吼。好，就是安尼无毋对吼，所以其实是咱毋知影，但是上帝稳定伊就听每一个人，愿意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受洗，会当来宣告讲，我即阵是上帝的人，毋是迄个啥物，毋是魔鬼的人吼。我讲着想着顶摆吼，顶礼拜有讲着迄算命对无？安尼我就想着讲，有一个阮爸爸有一个学生吼，伊会甲人算命，伊是饲迄个龟啊，人算命，所以吼，伊有当时来阮兜吼，伊会讲，恁兜吼，恁基督徒算袂准，伊会讲，你有上帝哦，上帝是阮会当随时甲咱改命对无？所以吼，恁迄算袂准吼。伫咱诶生命中间啊，吼，你相信，而且你爱宣告。是。我是属上帝，我是属耶稣，一定有开力。对吼，对，所以洗礼其实是一种宣告吼，也是甲魔鬼讲吼，你毋通搁再甲我烦恼，我是上帝哦。真欢喜今仔日跟老师吼，跟观众朋友做伙来讲洗礼吼，你有啥物趣味诶代志，嘛当甲阮讲吼。每礼拜一下暗台湾8:10，泰国7:10，科莫基金会甲台南信教会联合主持诶，每礼拜讲台语，欢迎你来甲阮帮场支持分享。多谢大家平安，多谢老师，后礼拜再会。